而家係星期三夜晚，你將個袋放喺台，整個人攤喺張凳度，身體完全崩潰。就喺體力好盡嘅嗰一刻，你嘅心理防禦亦都隨之瓦解。喺安靜嘅瞬間，永遠唔夠好嘅挫敗感從裂縫度流咗入嚟。你內心嘅批判者即刻開始循環播放，你又搞禍咗，你永遠都落後進度，你一事無成。外部嘅敵人係你可以同佢談判或者逃避嘅對象，但喺你腦入面個法官不斷評估住你嘅一舉一動。佢利用你嘅遺憾建造咗一座心理監牢，令你最終被困喺以前嘅錯誤度，透支咗面對聽日嘅精力。我哋現代人嘅本能反應就係試圖跑得快過佢。我哋將自己埋喺更多嘅工作入面去證明自己嘅價值，或者對住塊鏡重複積極嘅肯定語。但只要你一停工，或者離開塊鏡，羞恥感依然喺表面之下震動。系統嘅缺陷好明顯，你冇辦法赦免你自己。當心靈試圖俾予寬恕嗰陣，呢個同發動控訴嘅係同一個思維。心理練習可以幫手管理壓力，但好難解決呢種利益衝突，就好似一個囚犯試圖簽署自己嘅釋放文件咁。清還債務嘅權力必須來自一個喺你思想監牢之外嘅源頭。福音提供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框架。羅馬書第8章第1節講得好清楚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。呢張圖表說明咗我哋可以稱之為法律保護傘嘅概念。留意呢個結構化嘅賬簿，紅色方塊代表累積嘅債務，追蹤住每一個同你賬戶綁定嘅失敗同錯誤。十字架嘅機制清空咗賬簿，當你接受基督，所有錯誤嘅懲罰都完全轉移到他身上，令你嘅個人賬戶永久歸零。喺法庭上，一罪不能兩審嘅規則規定，你唔可以為同一個罪行受2次懲罰。當你嘅過去試圖令你背負罪疚感嗰陣，佢會遇到一個以全額支付嘅堅實障礙。你內心嘅批判者失去咗所有力量，佢喺法律上被剝奪咗對你判刑嘅管轄權。呢個法律框架並唔係指向遙遠嘅未來，佢係以如今呢個詞開始。人類嘅本能話俾我哋聽要推遲恩典，我哋以為一定要先整頓好自己嘅行為，累積返幾日好表現，令自己返去0分水平，先可以得到寬恕。但保護係喺你一鑊粥最需要佢嘅嗰一刻啟動。你而家坐喺唔完美嘅時刻，原告將羞恥武器化，迫使你陷入停滯，而上帝使用而家嘅寬恕，俾勇氣你向前望。請深呼吸，隔離出一個令你今日最感到羞恥嘅特定記憶。想象耶穌就企喺你面前，他將你嗰次失敗嘅書面記錄乾淨利落咁撕成2半，微笑咁望住你。請大聲講出嚟，因為我在基督裏，我天父不再譴責我了。我選擇原諒自己，選擇重新開始。每次內心批判者試圖重啟攻擊嗰陣，就用呢段宣告嚟中斷循環，提醒你嘅思想，案件已經結案。你準備好未？終於放低自己罪疚感嘅沉重負擔。幫你還債嘅救主正張開雙臂待命，要俾你嘅靈魂洗清一切罪名。如果你準備好，請同我一齊祈禱。主啊，我因為背負自己嘅罪疚感而筋疲力竭。我信你喺十字架上為我嘅錯誤付出了代價。我接受你激進嘅恩典，洗淨我嘅記錄，進入我嘅生活，成為我嘅救主。阿門。如果你做咗呢個禱告，你啱啱已經步入咗新嘅法律現實，你嘅過去唔再影響你嘅未來。請透過喺下方留言區輸入我不再受譴責，去堅固呢個新嘅現實。請將呢段片分享俾陷入遺憾嘅朋友，並訂閱我哋，等我哋一齊繼續成長。聽日見。